再過1個多星期，喺香港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商用車輛時佩戴安全帶，將唔再只係建議，而係法定要求。由1月25日起，新一輪道路安全規例正式生效，幾乎所有公共交通及商用車輛嘅乘客都必須扣上安全帶。根據新規定，公共及私家巴士嘅有座位乘客、私家小巴同貨車後座乘客，以及特別用途車輛嘅司機同所有乘客，只要車輛有裝設安全帶，就必須佩戴。違反規定嘅後果相當嚴重，最高可被罰款5000港元，並可能被判監3個月。能夠自行坐席嘅兒童，必須佔用獨立座位並佩戴安全帶。年幼幼童則可坐喺家長腿上，但成人必須緊緊抱住。安全帶亦不可同時由2名或以上乘客共用。若司機載有15歲以下未扣安全帶嘅乘客，坐喺貨車後座或特別用途車輛嘅乘客座位，司機最高可被罰款2000港元。事實上，香港現行法例早已規定，私家車、的士、公眾小巴嘅司機同乘客，以及私家小巴同貨車嘅司機同前座乘客，若有裝設安全帶，都必須佩戴。不過，新法例進一步擴大適用範圍，涵蓋更多車輛種類同乘客。若車主或司機無合理原因而未妥善安裝安全帶，同樣可能面臨5000港元罰款及3個月監禁。多間巴士公司已為新規例作好準備，九巴、KMB 及龍運巴士已為數以千計巴士安裝安全帶，而城巴、Citybus 亦已為數百部巴士提供全車或上層座位安全帶。另外，由1月25日起，司機使用流動裝置亦會受到更嚴格限制。司機前方最多只可擺放2部電子裝置，熒幕對角線長度不得超過19厘米，亦不可阻擋視線、倒後鏡或任何行車監察設備。違規者最高可被罰款2000港元。總括而言，信息非常清晰，扣好安全帶，減少分心，保障安全，否則就要為違規付出代價。